过来消息咯，过来看卫生福利部对去年7月初开始补助肺癌高风险的族群，2档1届免费做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到今年6月底哦，有将近5万的民众体检，嘛找出531个肺癌的患者，其中有85%拢是早期的个案哦。这嘛就是讲，这款检查对早期发现肺癌将有帮助。 卫福部为去年7月初一开始，甲肺癌放入去咱国第5届的体检，补助肺癌高风险族群2档1届免费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台湾将做全世界第一个针对有肺癌高作数和重度食薰者提供免费体检肺癌的国家。那检查的对象大概将近5万人，将近5万人。那这5万人当中，我们找出了500多位的这个确诊的个案。 而这500多位的确诊的个案，大概85%是早期的。肺癌是台湾癌症死因的第1名，为去年来看是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1/5。也若肺癌存活率较低的原因是早期肺癌无啥镜头，这款免费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是目前国际证实唯一通发现早期肺癌的体检工具。那这次肺癌筛检很大的成果就是它的发现率超过1%，也就是说100位高风险的人中就有1位会找到肺癌，所以而且找到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是早期的肺癌是可以治疗痊愈的。专家表示，这项体检得要继续推广，目前体检的比率敢若目标的10%，2万符合资格的民众得要去体检，若准真正有异常，嘛要和医师讨论量查处理。记者柯国山、谢桂林台北报道。